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伫中秋假期中间吼，咱阁会当组织这个所在，表示咱的心拢伫放伫上帝心中吼，无放伫家己的欢喜快乐心中吼，来到上帝圣殿来敬拜伊，这是哪样有福气的代志，毋万惊早起敬拜，咱看见上帝荣耀彰显伫咱的教会。 也互咱在去敬拜中间，搁一遍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教示。圣经诗篇28篇第7节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顶牌。我的心倚靠伊，咱就要得到帮赞。所以咱的心就大欢喜，用咱的诗歌来学乐伊。所以咱再去咱到上帝面前，圣殿的前。 咱就是用诗歌来学乐伊，用咱的生命献上上大的学乐伫伊的面前。所以咱还未开始，咱再去祈祷加敬拜进前，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献上咱的感谢伫上帝面前。因为伊是咱的快乐，是咱的帮赞，是咱生命的主宰。所以这时咱开声。 为着早起，咱会当到伊的圣殿，咱来感谢伊，来学乐伊，咱开声来学乐伊。主啊，你是肯定阮学乐的主，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单单来学乐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的信心极其大，你的信心到万世代永远不变。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信心，将你的应允成就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我要安尼来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信心，安装阮会当行伫上帝你的所。 定的道路顶面，我领受着你的丰盛，我要来感谢你。特别早起好条班来到你的圣殿，我要单单来敬拜你，单单来朝见你的面，靠上帝你将你学乐的心放伫阮的心中，敬拜的心放伫阮的心中，我用阮的生命来学乐敬拜你。我早起敬拜中间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哈利路亚，是的主，我感谢你学乐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学乐你我们的事。 咱今日诗歌讲，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我来求求你，喜爱得到你的福气。主啊，主啊，我来求求你。主啊，我来求求你。 我爱的你的欢喜，这款福气只有你，享受予我你所听的囝儿。主啊，主啊，你就是我保证，日日来临有平安。 这款平安是世间人人生苦他上大希望。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隔。你是我的上帝。 你是我的一切，对他高永远无改变。主啊，我来求你。主啊，我来求你，欢喜爱你，你的福气，这款福气只有你。 享受予我你所听的囝儿，主啊，你就是我保证，日日来临有平安。这款平安是世间人人生苦他。 上大希望，你是我的上帝，
我们永远甲你相结合。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到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永远甲你相结合。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到到永远无改变，对到到永远，对到到永远无改变。上帝是咱的一切，是咱生命的主宰。咱该结连做伙，咱就要领受极大的恩典，使咱平安，使咱福气。不过常常罪的捆绑，咱人的软弱，互咱甲上帝的关系隔断。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咱来认咱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咱一切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所以咱为着咱家己知影还是毋知影的罪，咱恳求上帝用伊的保护来洗清。咱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这罪，恳求上帝来怜悯、来医治。咱为着咱家己。甲这个土地，甲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祈祷，献上恳求，咱开声来恳求。主啊，阮为着阮家己所犯一切的过犯，献上祈祷。主啊，阮知影阮人软弱，常常互魔鬼较赢伫阮的生命中间。阮常常阮所行的路偏错去，无行伫上帝你心意的道顶面，常常互上帝你的心了忧伤。主啊，恳求上帝你来怜悯阮，赦免阮的软弱。主啊，恳求上帝你用你的保护来洗清阮一切的不义。主啊，阮恳求你这时阵，使落你圣洁的保护，洗除阮一切心中的污秽，互阮有一粒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甲做你相结连，甲做你恢复。迄个好的关系，互阮会当透过祈祷，甲上帝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互阮的祈祷无受到阻挡，互阮等下所要恳求的，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赦免阮的罪，互阮搁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主啊，阮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恳求。无论阮兄弟姊妹知影是毋知影，做伫你面前所摆列的，恳求上帝你怜悯阮，来消除一切的罪，阮有一粒清气的心，较无的心，较无的灵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头前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世界的局势来祈祷，咱知影。这个世代有非常多的欺骗，有非常多人的私心，造成国甲国之间、人甲人之间一个的关系破坏。特别为着咱开始咱总统的选举，有一个无好的攻击伫咱的中间，所以咱为着台湾。为咱的国家要过来这个选举，咱来献上祈祷。为着咱国家所面对世界局势的种样挑战来祈祷。咱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和台湾的正教会，咱诚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会当伫台湾这所在每一间教会拢诚做光的灯塔，照亮台湾这个黑暗的所在。互咱台湾会当搁一遍，搁较侪人咱明白这个福音。所以咱开声为着台湾，咱的国家所面对的困境，咱的社会所面对一个纷争，为着台湾的正教会，咱诚做传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
来献上祈祷，献上困境，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为着阮台湾所面对的一个困境甲挑战，我来献上祈祷。为上帝怜悯这个岛屿，这个岛屿是你所创造的，是都是设立的。阮这个岛屿的百姓，拢会当知影要安怎来尊敬你。主啊，互阮的国家所面对的一个挑战，会当互阮的领袖会当知影有一个敬畏的心，互阮知影要安怎来治理这个国家。互阮每一个乡徛伫台湾这个岛屿的百姓，拢有一个好怜悯的心，拢有一个互相来关怀的心，互阮一个的纷争，一个的无好的，拢来除去。主啊，特别互阮的台湾的正教会，知影要伫这个世代，要咱将做光的灯塔，会当传救赎福音，会当传平安的福音，会当传和平的福音伫这个世代中间。互每一个教会的信徒牧者拢知影要安怎伫这个世代中间要安怎传扬高举上帝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上帝的帮助，互阮所面对的一个困难挑战，拢会当因为阮同心的祈祷，透过阮所谓基督徒的呼求，上帝你伸出你的圣手来拯救。特别台湾这个所在，一个邪灵的捆绑，恳求上帝你斩断，恳求上帝你来拯救台湾这个土地。望我一边将台湾拢握住你的圣手，恳求上帝你掌管，恳求上帝你医治，恳求上帝你也会当来拯救。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你是我的一切，是我的上帝，我要永远甲你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当到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到到永远无改变。咱过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上帝你保守咱每一个人的心无受到攻击。互咱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甲有愿望。第二，为着咱甲厝内人的关系来祈祷，互咱甲厝内人的关系有和睦的关系，保守咱的厝内的咱的亲人，因的心心灵拢得到上帝的保守。为着咱家己的工课，咱职场也是咱学校，甲咱的同事、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的经济、财务的困境，恳上帝来帮助咱，互咱有一个丰盛、满足的心，来面对一个经济顶面的所带来挑战。为着咱个人的身体健康，咱可能有啥物款的疾病，恳上帝来医治，互咱的心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为着咱厝内人的健康来祈祷，所以一段咱为着咱每一个人所面对的一个困难挑战来祈祷。无论是身体健康，无论咱心灵的捆绑，是咱甲人的关系，拢有上帝来保守。咱开声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帮助阮，互阮面对一个困难挑战的时阵，互阮无受到攻击，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互阮的心得到喜乐，互阮知影要怎来面对一切困难甲挑战。主啊，恳求上帝来帮助阮，互阮有好的人际关系，互阮知影要安怎甲人有好的交配，互阮伫一个甲人相处的顶面，无论伫学校，无论伫阮的工课顶面，是伫阮甲人教弟顶面，拢知影要怎用好的款式来互相款待，互阮会当伫人的中间来招做别人的祝福。主啊，帮助阮厝内兄弟姊妹，阮的亲人，每一个人的身体拢会当上帝你的保守，互阮会当全家会当来归顺主，阮知影要怎来追求上帝，叫做阮家庭的主，叫做阮一切的主宰。主啊，帮助阮，
阮无论阮拄着什款的困境，恳上帝拢来医治。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所摆的这困求，无论阮伫逆境顺境，阮都要用感恩的心来学乐到上帝你的面前。阮相信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你的掌管。阮将阮一切，阮家己个人，阮的家庭，每一个人，仰望主你的圣手，恳求上帝你保守阮，互阮会当离开迄个歹的攻击，互阮无受到罪的控制。互阮有一个清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你是丰盛的，你是掌管咱生命的主，你一定要将上好的事互阮，互阮伫这个时阵，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专心仰慕上帝，专心来恳求上帝的帮助、甲医治、甲扶持。我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合。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到到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永远甲你相结合。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直到到永远无改变。过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咱教会同工来祈祷，为着咱的牧者团队、中级同工，为着所有的服侍团队。参与的服侍者，咱来献上祈祷。或者的领袖、属灵领袖有属灵的智慧，知影要怎来引带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过来咱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祈祷，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较无信心，较无来祈祷，较无来听上帝的话语，较无来敬拜。特别为着咱最近的福音事工，咱有幸福小组。咱到10月份开始，咱阁有一感恩节一福音的活动，咱献上祈祷，咱引带一人来归主。咱今日就报顶面已经看咱伫10月底，咱要选咱教会的中级咱为着这来祈祷，恳求上帝咱备办好的同工伫咱的教会内底，做伙来导播上帝国的事工。所以咱开声为着咱教会的同工。甲逐款的事工，特别是福音的事工，咱献上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求上帝，你使用阮的教会，将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使用阮的教会，将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使用阮的教会，将做一个当医治人心肉体欠难的教会。主啊，你呼召我这同工来愿意来参与伫这个教会一个上帝国的事工的计划顶面。也会当或者属灵的领袖，每一个领袖都会当甲上帝你建立好的关系，常常会当领受上帝你所赐予的迄个好的这个意象，知影变怎来带领阮的教会行一个上帝你祝福，相对上帝你使用的这个祝福的教会。恳上帝帮助我所有兄弟姊妹伫这个教会中间，每一人欢喜来敬拜，欢喜来学乐，欢喜来祈祷，欢喜来听上帝的话语。互阮伫教会中间七日做主，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诚做主的精兵。主啊，阮恳求上帝你，互阮的教会诚做一个会当荣耀上帝名的教会。互一人进入这个教会时阵，因的疾病得到医治，因的困难得到解决，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互信心得到充满。会当这个所在会当常常甲主你建立好的关系，互阮行出这间教会了后，用阮的生命咱诚做祝福人，祝福这个社会的一个人。恳上帝帮助阮的教会，特别互阮一个同工愿意投入这个所在。阮伫月底，阮要选举阮的中职，恳上帝你会当安排想事，我这上帝你水的工人伫阮中间，也互阮同心合意，会当拣选出合上帝你心意的工人，做伙来导播
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教会。恳上帝你办掌阮的教会，搁一遍献上祈祷，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要做着圣名来求，阿门。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伊也是咱教会的上帝，也是咱教会的一切。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合。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祷告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合。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祷告永远无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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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祷告永远无改变。最后，咱为着今日敬拜，咱献上祈祷，求上帝兴旺咱每一个人的心，使落较无的神，敬拜的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学罗伫早起的敬拜中间，咱特别为着大用的服侍来献上感谢，感谢这东港办展咱早起有好的敬拜。咱为着最学的老师来献上祈祷。特别为着今日要讲道的夏牧师来献上祈祷，恳上帝颁赞咱的夏牧师，互伊讲出来每一句话，真做咱生命的美娘，互咱知影要安怎伫今仔中间，搁一遍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教示。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敬拜来祈祷。还有阮早起搁一遍是随这个面前，单单要来敬拜你，恳上帝设立保障伫阮中间，互阮早起伫这敬拜中间看见上帝的荣耀。主啊，恳上帝兴旺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每一个人会当有一个较无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互阮开阮的心眼，开阮的心胸，互我上帝你的今日话语，今日你的救恩，你的教示，都临在阮这个生命中间，改变阮的生命，互阮早起伫敬拜中间看见上帝你的荣耀彰显。还有你下是咱主，阮搁一遍将早起敬拜的恭敬拜做的亲手，恳上帝你应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日主，阮早起伫你的面前设立宝座，我们来单单来敬拜你，恳求圣神临在伫阮中间。主啊，我欢迎你，即时临在伫阮中间。主啊，恳求上帝你派天军天使围绕伫阮四周围，互阮早起伫这所在看见上帝你的十架荣耀彰显伫阮的教会。透过牧师的讲道，透过阮的诗歌，透过阮的敬拜，互阮看见上帝你的荣耀。哈利路亚，是啦，主，我感谢你，将早起的敬拜搁一遍恭敬拜在主你的圣手，恳上帝引带，交做阮敬拜的主宰。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做起立，咱来敬拜咱上帝，因为伊是咱看伫咱学路，看伫敬拜的主。今仔我靠耶和华基督的心要充满。今仔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今仔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今仔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拍破。我要赶紧来到主面前，拍开心门来领受。我要赶紧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乐主圣名。今仔我靠耶和华基督的心要充满。今仔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今仔我靠耶和华，今仔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今仔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拍破。我
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乐主生命。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乐主生命。我要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乐主生命。祈禱唱歌樂主生命，祈禱唱歌樂主生命。咱將這樂歸來上帝，哈利路亞。我佇你幫中要學樂你，我佇萬民中要感謝你。你的心是高萬世代，你的主愛搬過主天。你的心是高萬世代，你的主愛搬過。我佇你幫中，我佇你幫中要學樂你，我佇萬民中要感謝你。你的水是高萬世代，你的主愛搬過主天。你的心是高萬世代，你的主愛搬過主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心是高萬世代。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主愛搬過主天，我佇你幫中要學樂你，我佇萬民中要感謝你。你的心是高萬世代，你的主愛搬過主天。你的心是高萬世代，你的主愛搬過主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心是高萬世代。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主愛搬過。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心是高萬世代。哈利路亞。主愛搬過主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心是高萬世代。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主愛搬過主天，哈利路。心是高萬世代，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的主愛搬過主天。哈利路亞，伊的主愛搬過主天。咱吟聖詩38首，學樂全能的主上帝。哦，羅全能的主上帝，做我的大君王，伊做你大開來拯救，你着羅尊重，聽見的人着進你的身體。心歡喜
主上帝，愿你实在记，保护照顾你袂受害，乱弱的祝福起，你惊无看心内所紧无的事，叫伊连连地着受事，着老主互你工作，幸福过保护你，伊的主爱甲人民，阮当常常看顾你，定心来想你若做你的朋友，全力的手会辅助你，我着真那学罗天命，学罗伊大观念，世间情人拢着做声，学罗伫伊面前，人讲阿门，求主眼光大给见，愿望学罗伊的恩典。哈利路亚！我要献上满满的感谢，天顶的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伫阮中间，互阮领受对天顶来的祝福。感谢你赏赐阮这个连续的假日，互阮有真侪的亲人，阮家己家内所听，阮大家三甲组织，享受上帝赏赐恩典美好的时刻。但伫这个圣日的时，阮无袂记你爱到你主你的面前，来仰望渴望你，来迎接你，来领受天顶来的恩典甲祝福。主啊，阮来到你面前，毋是只干那阮肯，是你有大大的气力要赏赐阮，你的恩典要赏赐阮，你的热早要保护阮，所以阮到你面前，是要领受这款的福气。拜上帝，愿你的恩伫阮正大家的中间，无论大人细囝，无论是资深的基督徒，也是当入来教会咧学习信仰，我拢求上帝的大能亲自感动伫阮众人的中间，因为阮欢喜踏出这个脚步，上帝你的听，你的呼召，你的恩典甲平安就要临到阮。愿今日敬拜对头到尾，荣光归于主，圣神的同工，赏赐气力，启示应允甲祝福。伫你面前，愿你保守，无论伫会中，还是伫线顶，也是出外兄弟，求你拢互阮过着一个荣耀主、享受上帝赐福满满的安息日。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兄弟姊妹，有缘要请咱徛地吼，咱今仔日要用尼西亚圣经来纪念，来明白这个尼西亚圣经内面的这个文字对咱信仰的一个学习，咱做伙坐声，做伙来读。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白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
伫本州必立多人来，为咱定时日计，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各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万信生死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受托先知国会，愿信一个圣公堂属道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会得到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各活来世的活命。阿免。大家请坐。启用，这是咱三角的启用，请掀开周报上尾页，启用文第5篇，诗篇第8篇。我来启会众三角来印。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要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这是咱三角的祈祷。听阮的天父救赎阮的主啊，你是掌管万物的神，你是圣洁。佫是全知全能的神，你自有永有，毋捌改变。主上帝，阮仰望你，耶和华，你是阮的力量，是阮的盾牌，阮心内倚靠你，就得到帮赞。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祝福甲意义。你对每一个人拢有你美好的旨意。阮所领受一切恩惠甲才能，拢是你交代阮来管理的。求你帮助阮，成做你尽忠的管家，互你的国降临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求你用信息管理扶持阮，互阮有气力脚业试炼，互阮纯全亲像你，通将一切荣耀归乎你。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主爱的神，求你来拯救阮，脱离一切的患难甲痛苦，因为伫你内面有平安甲盼望。你要伫沙漠中来开江河，伫阮人生中每一个困难，赐落出人意料的平安甲祝福。求你互每一个人来脱离病痛甲死亡，也求主互阮的国家来繁荣富强。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医治的神，求你看顾伫病痛中受苦难，也是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宝座顶的上帝，你掌管着生命的奥秘，求你差派天使天军，为类保护因，救因脱离凶恶。求你互因逐工来经历你的疼，因为无论是逼迫、是患难、是疾病。拢袂当叫咱甲咱的上帝来会听来结离。恳求主，你着掌权伫即个中间，赐了医治的恩典来成就。亲爱的主耶稣，即时我嘛有要为着教会中咧推行的幸福小组的事工，献上阮的感谢甲代求。感谢主，借着幸福小组的推动，
带领侪新朋友来到阮的中间，求主你施恩赐福伫这新朋友的身上，你会听到领导因，互因因为着同工的关怀甲彼此的分享，来引带因来入捌你，也求主赐福每一位参与的同工，你会保护压榨，阻挡黑暗势力的阻碍，互同工拢有属灵的影响力甲无用的温顺来款待每一位新朋友。求主看顾保守因手里所做的工，望你会喜悦会感纳。求主兴起富强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富强教会借着幸福小组的事工，成做一个健康传福音、荣耀神的教会，阁是有上帝荣耀同在的教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甲牧师同心一同来领受上帝你搁较大的应允甲祝福。主啊，阮来倚靠你，你的确为阮来兴起，差遣天上的万军来为阮征战，攻破对敌。阮愿为回应你的呼召，合一圣洁，行你的道路，甲你连结，为着福音的道路跑走无停。主啊，求你带领富强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成做这个全台湾的帮赞。主啊，恳求你的旨意，就行伫富强教会中间，你的名要被尊崇、被高举、被荣耀。的确有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临到台湾这个土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被救讨，我那所求，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主意。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两位。第一位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6到29节，第二位的圣经节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2到16节。这是我来强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26到29节，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你中间无若侪人有智慧，无若侪人有能力，无若侪人属上流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无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着伫上帝的面前夸口。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2节到16节。我感谢，互我开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指派我做车用。虽然以前我謗毒迫害，佮互伊侮辱，佮甲伊侮辱，犹古得到怜悯，是因为我还未信，毋捌的时才安尼做。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互我得到甲耶稣基督结连，才有的信甲听。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罪人，这句话通相信，得到完全接受。罪人中，我是第一派的。不过，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
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献诗只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要献诗的曲目是我要对主吟诗。献诗说，请本堂主任牧师和牧师来讲道。今仔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尊贵竞选，成就神国。咱做用普声俄罗主，多谢圣光队带咱同心主来敬拜，同心来俄罗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礼拜也阁是伫即个中秋节即个连续假日啦吼。真侪人有亲人，大家参加组织做伙享受上帝赐福的团圆吼。咱也阁伫年假中，所以咱又甲隔壁请安一下，讲中秋平安喜乐，阁无甲大家请安一下吼。今年吼连续假日侪甲有人咧亚线吼，所以政府讲明年就无遐侪吼。总共就是讲，无论假日也是普通的即个周末，上帝爱咱伫伊内面享受到真正的安息吼。真正领受着身心灵的重新的恢复，这才是假日上重要的部分。咱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大声来祈祷。
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甲祝福，你的大恩伫阮中间，互阮享受到对天顶来的快乐、信心甲平安。主啊，阮活伫即个世间，甲一般的人拢共款享受到即个大自然、上帝的降级，总是因为阮认捌你，所以阮更较大一种的恩典领受，就是阮通甲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相结连。当阮软弱、累志、灰心的时，有主通靠，阮就搁重新再起。阮欠缺无够的时，有圣神恩典、上帝供应。主啊，互阮天条即个宝贵主你的创造甲应允，也阮常常通过敬拜聚会来一直领受到即款的激励甲快乐。愿你通过你的话，互阮大家得到美好的学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已经进入到10月10月第一主日啦咱的教会每年到10月的时阵，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就是咱有一个中级轮休的改选，中级轮休的改选。咱今日周报甲咱伫即个公报栏电推拢已经有报告出这个要受选的长老甲接受的相片甲名单咱拢知影，教会的选举比平一般外口的选举当然规模是袂当相比啦。但是咱知影台湾因为对民主社会以来无2当就选举一届大家拢电视遐个节目插甲知影讲这选举哪会遐尔啊无用安尼就对啦当今仔日咱月底要来举行选举，到底咱甲外面安尼宣传雷声落鼓啦咱讲空战啦、海战啦，搁什么陆战啦，搁网络啦，一大堆安尼排山倒海即款的宣传，到底咱要选出中级，伫咱信仰，伫咱要做主的工，有啥物特别爱提醒的所在来鼓励的所在？这是今仔日咱进入到10月开始要进入选举牧师爱要搁用圣经的话，甲咱大家相甲学习的经节小等下咱要做复习，但是咱是要讲，咱长老教会中级正做咱所有一个教会的即个服侍上帝一个基本的单位，意思是这个是一个基础。这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毋是昨昏送想到讲用安尼来选中级，迄实在是真宝贵的一个属灵的积分就对啦那咱要甲伊讲都技术性就投票投的人选就出来也无像国家的选举遐复杂你嘛会使安尼讲。但是对你一个基督徒，我爱大家真清楚明白讲，中级这个积分毋是随便凊彩，这是上帝国尊贵的竞选。当你有这款的观念的时阵，你就知影中级是何等大上帝恩典的一个积分。咱福音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制度，就是咱差不多逐年拢会举办一个轮休的改选。所以咱对选举比一般的教会咱加足熟，因为逐年拢选一部分。照这资料咱10月29月底最后一个主日要来召开，咱要选出这个3位长老，就是5位候选人，有3个长老要受选。咱事先所有的长老才7个尔，所以选得要一半1/3。执事呢，候选人有11名，要来选出6个，6个安尼。这是咱搭伫公报栏的候选名单有长老5位，咱来找出3位来投票，互因争做新的一届长老。执事
拢做有11名吼，11名。啊，中间呢，咱嘛通看见讲，中间有几位是捌做过执事的，啊，剩呢拢是咱小会员安尼斟酌去找去邀请，啊去伫迄个所在来推荐出来，吼，差不多安尼有6、7位拢是新的，就是讲未做过中级的安尼。啊，那即款的制度，若对咱长老教会来讲有啥物特别呢？咱的长老教会、富强教会有特别有一种的选举办法，就是采取轮休改选的方式，每一届改选1/3左右。啊，因为咱是即马任期是4年啦吼，啊，若逐年拢选，迄个人数都爱搁加足多，所以咱变做照旧的较早3年制的时阵，1年选一届，1年选一届，啊，等到第4年就休1年，啊，所以有时变做有1年无选，亲像旧年咱就无选举吼，啊，4年差不多选3摆，啊，一个中级伊的任期是4年吼，啊，所以你若拄着休困，就是休困1年，就是袂使就搁受选，啊，互你休困。互你去观察，过去我服侍，啊，我即马咧看别人服侍，啊，大家彼此一个学习，啊，彼此一个提醒安尼。啊，若拄着讲今年无选，有可能你都要休2冬啦吼。所以若照咱教会中级的即个养成吼，就是讲慢慢啊，互伊一直进入到服侍的核心呢。执事都要担任2任了后，1任4冬嘛，2任都要8冬。啊，因为你1任了都要休困，所以上至少，要真做长老候选人都要9年啊，9年吼，啊比读研究所较久啊，吼，对大学都研究所吼，啊所以对伫咱富强教会也是长老教会，即款中级的选举，咱看做讲伊的规矩是非常的严吼，非常的严。啊，那即款迄是牧师做起头的分享，因为咱教会兄弟有个人打初入来富强教会吼，你嘛毋知影讲有即款制度咧吼，啊简单甲你解说一下啊，啊有诶对参加咱的教会开拓就开始啊，所以拢知影即个制度是安怎进行来的。拄则咱有讲起啦吼，哇，总统的选举、立委的选举吼。人讲无所不用其极，会当甲你宣传，会当甲你讲啊，互你知影讲认捌我即个人，吼，这是咱现在现在讲有四组总统，啊，毋是那4组尔咧，讲听讲10几个搁签名登记讲我要互人联署啊，遐个无伫电视咧出现咧，搁有正10个啊，啊，什物党一大堆咧吼，讲要出来选总统安尼，咱看见社会咧选举呢。伊都爱大高举家己啊，吼，大高举家己。哇，咱人看见遮个宣传咯，互咱啊感觉讲哦，迄若要做势吼，都爱大进场，对毋对？哦，啊，逐个做一阵人安尼哗，讲即个人是安尼天纵英明啦，无选伊吼，台湾的无去迄款的就对。吼，啊，所以你就知影讲，总统选举伊的态度甲方法是无相共的。啊，上无嘛，至少称呼讲吼，安尼选互我台湾就太平啊，好，拢平安无代志啊吼。啊，若无就讲啊，我智商偌济吼，啊无选我足无彩，安尼啊无上无即嘛讲一个回头货安尼吼。啊，什么意思呢？咱毋是咧批评，是知影讲你伫社会要来争取即个位，你都啊袂，你嘛爱讲啊偌下安尼，啊你无够嘛爱讲你偌够。这是咱看会到的，啊，所以足侪人足讨厌选举的，根本看到选举节目都无爱看，伊知影讲迄拢是安尼宣传的啦。我就照我的心，感觉啥物人是哈，我就要爱，安尼就好。啊，今仔日咱读两位经节，是保罗所讲的，伊对要任职、要服侍上帝的迄款身份吼，甲咱社会认知是天差咧地，啊，这些是咱今仔日牧师爱要通过这经节，甲咱这毋是干那这10几位候选人啦，是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要服侍上帝，这个基本上要紧。人讲
迄个上界基础的信仰，咱也了解，咱就知影讲，哇，这选举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你是咧参与伫迄个美妙上帝国的建造，迄个伟大的工程，遮厉害。保罗安怎讲呢？咱今仔日读两位经章吼。保罗对圣职的见解甲教导，咱用经节一段一段来甲咱三甲学习。第一，保罗讲吼，世俗人足看轻咱即个圣职啊，对咱这服侍上帝的人吼，根本都无看重，因为甲社会的态度拢无相像。这个是用中文所写，伊讲对人的观点来看，恁真少是聪明的。对人的观点吼，搁来呢，真少是有能力的，真少是有高贵地位的。意思是，当咱受册要做上帝的工，别人甲咱看做安尼，那才差不多那定啦吼，无互人看重，因为上帝的工吼，毋是人的工。无甚物款修行，无甚物款趁钱，无甚物款的社会拢无。台湾迄个台语的圣经安尼讲，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侪人有智慧，无偌侪人有能力，无偌侪人属上流阶级，照人的标准。但是安尼就通看见讲，上帝竞选遮的人，毋是用人的标准在看，毋是社会的标准。毋是一般什么社会知识，讲你读什么学位拢无，是照上帝看人的心意。第二，上帝有伊特殊的竞选，伊调工的哦，调工的，世人所看做愚戆的，要互聪明的人来见笑；上帝竞选世间人看做软弱的，要互坚强的人来见笑。意思是上帝。伫咧竞选的过程中间吼，遐个自称智商外悬的，迄毋是上帝所优先的啦。上帝竞选人看做戆的，上帝人看做软弱的，迄颠倒是上帝所要敬的。台湾话的圣经讲，上帝故意，你这个故意什么意思啊？伊就是吼，要互人知影讲吼，你较外敖，上帝就调工故意。你看做牛的，上帝看唔上目；世间人看做戆的，上帝讲这才是我要用的。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所以，那伫上帝眼内，上帝做代志的方法，就是要打破一切世间人的标准、世间人的眼界。世间人的看法，因为伊要成就的，毋是世间人所看做的成功，伊要成就的是上帝国即个属灵的世界的成就。第三，讲互人无通夸口，伊讲上帝嘛竞选世间人所轻视、厌恶、认为无轻重的，来推翻一项被认为重要的，互人伫上帝面前无夸口。即个甲头前迄段吼，有一款重复强调的意思啦。台湾话圣经讲，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唔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夸口。所以一切拢是遐唔是成功的组合，一切拢唔是人选之人。一切拢毋是，互人看作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根基的时阵，上帝伫遐开始做工。所以兄弟姊妹，咱若阁注意甲看吼，就是第四项，什么所在的变化？逐项拢歹，逐项拢毋好，逐项拢互轻视，到底安尼即个团体组合是要创啥？改变伫遮第四项。甲基督耶稣联合就反转，讲互伊成做咱的智慧，照着伊，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并且得到自由。是社会看做一切拢
拢是足老的，拢不上台面的。但是因为甲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气力，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讲互咱真做有智慧。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咱甲上帝的关系就四正，真做伊的百姓得到自由。所以，这个世间人所看一切无一项下标准资格，因为伫耶稣基督内底，这个人煞颠倒互上帝所来使用。兄弟姊妹，这个白话节圣经安尼讲，毋过上帝互恁甲耶稣基督耶稣结连，互基督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常时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佮得到自由。这是上帝使用人、找见人，意思讲伊的艺术啊，甲伊的哲学。因为世间人一切能力的总和，拢毋达得上帝的智慧，毋达得上帝的能力，毋达得上帝的翻转甲改变。所以上帝要用人看做毋想捌的、安尼愚公的来见证伊同在的气力。所以无论要受选做长老甲执事，也是今仔日有某物兄弟姊妹，你受邀请要参加任何一项学赛，当你看见这个经节互你的学习的时，你就知影讲人所看做是安尼足价值、足好的文字甲智慧，伫上帝来看，拢毋是优先的。迄个上界优先的是，因为你欢喜伫主的内面，看无家己。兄弟姊妹，你得甲有哪有一个疑问读这经节，你若无疑问吼，无采你咧读圣经。疑问什么？无影啦，咱教会长老甲执事个个拢是安尼人才啊，敢毋是？要文要武，哪会袂晓的？啥圣经讲的话讲，拢看作愚妄，看作无智慧，看作毋上目，看作乱弱卑鄙。咱的确有即款的疑问嘛？上帝条件讲安尼什么意思？上帝讲保罗讲这个意思是咧表示什么？咱人看做遐基本的条件，拢毋是伫上帝优先的选项。但是咱进行大无偌久，举行文道训练中级领袖训练是安怎都爱训练，就是要互你种文字来提高啊。但这文字的部分，是因为互主用才产生功效。伫外面人真正看毋上目。你来参加聚会，你来参加操练，你来训练敬拜赞美，你来圣歌，你来练唱歌。对社会来讲，因无感觉这有啥物重要啊。但是咱基督徒感觉讲，这个才是咱要互主所用迄个宝贵的这个选项。保罗来写批互哥林多教会，安尼讲，伊家己讲家己啦。保罗伊家己受竞选，伊家己嘛做见证。伊写批互伊属灵的囝儿提摩太，伊安尼讲，伊讲第一，我感谢上帝的怜悯，我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赐我气力。掠做我会通信任指派我来服侍伊，伊是用感恩的心讲，哎呀，主耶稣基督伊信任我，要差派我做工啦伊赐我气力。咱若煞只拄则头前所讲的，咱讲咱的教会长老执事个个拢是人才啊，若要搁讲起来。保罗更加是人才中的人才，对不对？但是保罗的心态，伊感觉讲，我世间一切才华甲学问拢毋伫上帝的内底，是因为伊通过耶稣基督赐我气力，佮信任我做主的工才有功效就对啦。若无因为安尼，保罗只不过是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伫社会是一个高阶的分子、法利赛人，但是这拢毋是上帝咧服侍的标准。白日圣经讲，我感谢互我气力的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指派我做伊的采用。看我做通信任，这是上帝
选人的标准，伊看你会通信任。第二，保罗家己讲上帝无弃嫌我才有机会通服侍伊啦。你看伊家己在反省真多，讲虽然我从前诽谤过伊啦，诽谤讲耶稣的歹，逼佫侮辱伊啦，佫上帝怜悯我，因为迄阵我无信，所以毋知影我咧做啥货。你意思是讲，我头前有足歹的记录，我根本较早就是咧甲耶稣做对敌的吼。这拢毋是上帝选人的一个这剔除无啦。伊敢看讲，即个人有要互主用无？甚至即个万人中的罪魁保罗，拢互上帝来用。所以你要注意看讲，咱有时定下咧请人来做什么名人开讲有无？有时请人来做即个福音主日啊，足侪人拢嘛是较早。甚至做过食毒的啦、犯人啦、歹人啦、社会恶道的啦，这拢毋是上帝伫敬人一款剔除的条件，是即个人有改变无？即个人有悔改认罪无？即个人有伫上帝面前忠心互主、信心来充满无？所以，白话圣经讲。虽然以前我放毒、迫害，佮加以侮辱，犹故得到怜悯，是因为我犹未捌，未信毋捌的时阵才安尼做。意思讲，较早我做毋对牛讲，因为我毋捌主，所以掠做是荣耀的事，煞天做是一个侮辱的事。伊家己自我反省嘛，甲提摩太讲这话，过来主赐给我恩典。伊讲，我的歹记录拢伫遮写好啊，清楚啊。但是呢，因为我有得到信心甲疼心，因为耶稣基督结连定心来。意思是好亲像咱电脑有时有病毒啦，病毒消袂去，咱才换一个新的软体入来，甲伊除掉。圣神耶稣基督的气力甲保罗结连了，互伊开始有信心，甲有疼心。白话字圣经讲，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恩典，互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疼信甲疼。伊最后结论嘛是共款。咱头前无讲，因为有头前迄段，咱有讲起着，因为耶稣基督甲我结连，所我开始有智慧啦。世间人看作愚戆的。看做毋就目的，拢无搁再受影响。但伫遮伊嘛是讲，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靠、绝对、值得完全接受的。伊用伊家己做例，伊讲我是罪人中上歹的一个啦。意思是主要拯救罪人，到底有影无影？有做无做，用我做标准就知啊。较早我是咧放毒、逼咧诽谤耶稣，今仔日我变做诚做伊的车用。伊讲，互基督耶稣对我这个罪魁显示出伊充分的忍耐，互我通做遐以后要信伊、接受永恒生命的人的模样。一个万人中的罪魁，互耶稣所来竞选，伊来改变。所以其他的人若看讲，保罗都互耶稣会当信任吗？保罗都互耶稣来使用啊，而且佫是诚做使徒中的使徒。那安尼剩我，对主来看无任何的困难啦。因为这个上极端的对比，这个保罗已经互上帝所改变，而且对伊充分的忍耐甲吞忍呢。那这两则经节，咱佫读白话字，伊讲。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罪人，这句话通相信，值得完全接受。罪人中，我是第一歹的。毋过，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歹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兄弟姊妹，你会受到这款
心思你会去想到什么？我想父母疼囝，大概有一款心境啦。即个囡仔吼，开始吼青少年就爱无要听话，啊弄榴莲啊，甲专门要做甲父母作对，甲毋是讲父母拢完全甲放弃。咱做父母就是较苦，为着伊祈祷流目屎，为着要挽回伊。咱的主的疼，主的怜悯，主的拯救，就是安尼。伊用即个罪亏来悔改认罪，就有当互万人去见证着上帝无限的恩典甲接纳吧。啊，然后即个人因为伊的改变，伊的模范，就会当成做人。后来咱要信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模样，兄弟姊妹，咱教会在推动中级的改选，啊，咱小人拢真清楚知影，啊，咱在邀请，啊，在敲吹，毋是遐尼简单，吼，毋是遐尼简单，因为咱逐个人拢有家己的谦卑，啊，所以有的人可能讲啊，我真无方便，啊，我也无够气力，吼。我想所有的反映的意见吼，用今仔日保罗讲的话，咱拢会当理解。啊，总是我要强调讲，咱要受选做中级，嘛是用人的技术性一边漂发落去，兜的啊，就收的啊，人就出来啊。但是对上帝来看，上帝无甲伊看做是遐尼简单的。无遐尼简单，因为保罗所讲遐的话，要成做一个起造上帝国的即群人的一个模范，就是咱当欢喜谦卑领受竞选的时阵，你是要参与伫一个伟大上帝国的建造，毋是一个人的组织，啊，都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啊，组织一个会，啊来管理。啊，互伊顺序来运转，毋是遐尼简单。所以对历史以来，你看世界偌侪强的国家，对主前的即个亚历山大的大帝统治即个亚洲、非洲的大帝国，后来的罗马帝国，今仔日对倒去，迄敢毋是世间上优秀的人、上有气力的人，但是一个国拢咧败坏。也毋过，耶稣基督来起造主的圣会即12个使徒，啊，甲迄阵当时伫身躯边遐个门徒，有的是伫海边互人竞选的，有的是咧抽象的、咧纳税的所在互人找到的，有的是社会什物积极动分子啦吼，啊人安尼闪甲走离靠骹的人，耶稣讲来，你来对我。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得到鱼。啊，这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竞选人的特色。那安尼，当咱知影这个心态时，知影讲，我今仔日毋是因为我偌优秀，我偌敖，上帝要敬我，是我看家己啊，看无家己，我看家己是未堪一个。但是因为上帝爱我，爱用我，上帝要讲，你来参与伫即个奇妙上帝国的创造，所以咱要用长老教会中级的圣职的传统来解说讲是安那，咱即个中级称做教会是咧上重要的机构。第一是领导教会来建造教会代表，伫咱长老教会体制内面吼，大概有3个性质的职分啦，啊，其实拢是一个。同一个团体，第一就是讲，甲迄个教导圣言的牧师，意思讲，迄个叫做讲上帝话的长老，就是牧师啦，吼，这是一种身份，传道人。第二就是长老，第三就是执事。这个人经过民主的选举，包括牧师嘛爱选举哦，吼，牧师要受。邀请来即间教会服侍，咱都要经过投票啊，拢是用人的办法来选举，但是成就上帝的竞选。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微妙的事。啊，所以咱是要做什么代志呢？看起来是一个团体，啊，咱福阳教会
若照咱的会友名单算起来，600-700个安尼啦，安尼嘛袂少啊，吼。但是对社会来看，这是不是小小的团体啦，定嘛？但是请会记哩，这个人是要共同来建造教会，是成做上帝国地上的代表。第二，这段咱伫周报内底常常咧报出，就是教会的这个本质是甚物？咱真有意思吼，咱都有讲，这就是一群人的组织嘛。但是你是咧执行神圣的任务，只干你有去认定了，你知影讲这个代志毋是小可吼。所以咱这段话就是教会本质的这段话，咱定定伫周报内底拢会出现。伊讲教会存在伫地上，却有属天的特质，是人所组成的，却代表上帝的同在。看起来是真平凡，却咧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我问这段话，定定你出现伫周报时，你就甲读一遍啊，表示你我大家，无论是你是长老，还是执事，还是一个普通的会友，请会记哩，迄拢是上帝竞选的一部分。你这个平凡的人，地上的人，却有属天的特质，有上帝的同在。你做一件拯救人伟大的救恩，安尼这个任务敢无大吗？这奇妙甲神圣敢无大吗？第三，咱知影长老教会是用民主制度的。咱现在即位你若咧研究研究咱这个教会历史啦咱知影早前是安加尼门咱的这个长老教会创始人是安伊要来宗教改革，因为当时是安咱知影天主教迄阵敢若一个天主教罗马的天主教因就是一个威权统治啦，就是遮个圣职人员讲啥就啥话无人有第二声话。后来马丁路德、加尼门因才开始讲安尼袂使，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化。迄个中世纪迄个时代，就是教会煞变做一个罪恶的所在，互人感觉足侪人安尼受伤所以加尼门伊特别伫迄个瑞西的所在，开始有出现出用民主的制度来决定教会事务所以牧师、长老、执事，逐个人就来欢喜顺服这个民主议会。所以牧师、长老、执事拢是用选出来，就亲像早前文道的时代，因为选出7个执事嘛，来管理整个这救济的事情同款。但你会想讲，既然是民主的，是安咱有一句话讲，顺服就是蒙福。到底要听啥个？牧师都嘛是选出来，长老嘛是选出来，执事嘛选出来。这嘛佫进入一个足奇妙的事啦。迄个顺服的意思是甚物？顺服就是无用个人的意见去管所有人的意见，包括牧师本人。但是当经过圣神的运作，大家兄弟姊妹同工所形成的共识，我欢喜顺服。小会决定，可能你讲这个小会员头脑无我的好，我无爱接受，你就是无顺服所以，顺服毋是一种讲理智上你较袂晓，我较贤，毋是，是因为欢喜接受迄个经过合宜的方式，圣神的做工所做出来决定，然后大家欢喜顺服，迄叫做顺服就是蒙福。迄是一个属灵的官兵甲特殊。当你顺服伫圣神带领。迄个新约技术、福音翻转，迄个生命能力就出现，这有奇妙无？安尼表示甚物呢？世间人看作愚妄的事，看作乱俗的事，看作毋上目的事，嘛有可能会伫咱的小会、伫咱的中州会发生，对毋对？就是人看作讲这款做代志有够戆的啦，有够崩塌的啦，有够无合时代潮流啦。但圣神讲，这个我袂我要安尼做所以一定。互人看作愚妄的人，因为欢喜顺服，欢喜互圣神引带，做出来的代志就是比作翻天覆地。
就讲做一个全世界福音大翻转的所在。迄毋是人的办法啦，迄毋是人的气力啦，迄是圣神讲，因为你欢喜顺服，所以我要就要互亲像保罗这款人成做使徒。我要互这讨海人、会掠鱼人的门徒，成做建立教会的条约。关键都在伫遮。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爱感谢上帝，因为对咱40几年来，无论是小会，无论是中级会，咱若要讲照世间社会一般标准，咱嘛无比人高较偌济啦。但是咱看见，逐个年代、逐个时代拢有新者咧发生哦，逐个时阵拢有遐奇妙的事咧发生哦，有遐欢喜进入教会受洗做基督徒的人发生哦。这是甚物原因？毋是遮个人外高，是因为遮个人欢喜顺服，欢喜受圣神的带领。所以无论牧师，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执事，逐个人用基督的心做决定，检测伫人的感觉来看无讲偌高明啦。但圣神讲我要用伊，圣神讲我要成就伊，伊就成啊。最近咱咧举行幸福小组，真侪兄弟参与的人，你会的确真清楚了解。这个人原来吼，安尼真，咱讲会讲真骄傲啦吼。对教会嘛无啥物好的评价，对福音根本就无啥要接触。但是当你祈祷的时候，上早信主的是这个人，你就不得不承认讲，这若无上帝做工，我是外高。总讲，兄弟姊妹，我要勉励这要受选长老，也是执事的兄弟同工。以及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参与任何的事工，咱有一款的态度，就是尊贵的竞选是要成就上帝国，毋是要成就某物人的什么王国，也是势力，无啦，是要成就上帝国。既然若是安尼，无任何你的条件，无有任何你的理论，无论任何你的这个你家己的态度，会赢过要成就上帝国的事。咱牧师咧就任的时阵，有一段主持人在祈祷的话，我引用伫遮来读，你就知影讲，原来是安尼无毋对。这就任的祈祷是安尼写：感谢你伫万人中竞选人甲你同工，这是何等的光荣！因为有限的人有份伫永远的圣工，有多的人有份伫至荣耀的圣职。兄弟姊妹，这个是答案，这个就是答案。有限的人，有多的人是要做永远的圣工，甲荣耀的圣职。若安尼，一切改变的规律拢是对上帝来，人袂当改变什么。所以你注意看吼，有的教会吼，安尼看到逐项都安尼优秀的人才一大堆啊，但是卡那做到福音传袂出去，教会吼袂合一，是安怎？人的知识。人的骄傲赢过上帝，所以吼，这款愈人愈高的教会，愈无爱顺服圣神的吼。上帝讲安尼到边站，因为毋是上帝所要用的啦。所以兄弟姊妹，最后我要勉励咱大家讲，咱富强教会上帝恩典哦，咱有这个。性质系统有三支大枝条，就是中级的性质系统，这是咱对长老教会一个永久的一个组织。长老执事，咱通过选举来进行。但是咱阁有第二种系统，就是牧区的系统。这个欢喜诚做采用来牧养教会兄弟姊妹信徒的，叫做牧养各权的系统。阁一个系统就是讲。用伊的专业来做选择，就是专业侍奉系统、圣工服侍系统。咱这三种系统配合这个长老教会基本的组织中级，成做一个足要紧的一个条约。所以受选就是兄弟姊妹投票发生的，所以伊嘛顺服这个选举。咱的牧区的小组长、区长，也是咱的专业侍奉团队的队长，
是小会正式邀请，然后伊欢喜接受，这嘛是另外一种委身的方式。感谢主，咱的教会会当伫40-50档的中间，慢慢即个性质服侍系统会当足成熟。我希望讲，咱一直记得尊贵的受选，是为着要成就上帝国，毋是要成就人的荣光。还是讲咱会有偌济，要伫外口甲人乒乓，无完全是为着要互福音透过咱这卑微的器具来宣扬一个美丽上帝国的这大工程。兄弟姊妹，咱来为着这要受选的中级祈祷，因为因就是要来实践保罗先生所讲的。我受竞选，是因为伊信任我，欢喜采用我。成做伊的路用，咱要三甲来吟首诗歌来作为祈祷。首诗歌是圣诗373首，咱一面吟一面通过这诗歌来明白上帝的呼召。救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对我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咱坐咧吟就好。救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对我主，愿你常常跟我主之好朋友。救主我踮我心里，甲歹交前温柔，求主带我来真正正路阮当为。吟第4节，准我看你的脚脚，若无毋敢去行。亲爱的对你就为的家，求你因带祝福我夫妻的高一生，后来的天家那我只好朋友是你。今日即摆招咱做2项的讲道，头一项，咱通过今日这个信息，咱为着这要受选长老甲执事的同工来祈祷。会当受选，袂当受选，毋是得票偌济，因为上帝要用你较要紧。所以咱求主保守，或者中级，备万心要互主采用，也了解。世间人看做是愚妄的，看做是无高贵的，看做是无重要的，在主来看，确实重要。求主兴起，这新的一代的中级欢喜，互主垂见，诚做教会领袖，为着要起造上帝国，且为着这长老执事去候选来祈祷。第二，咱也为着长时阵，咱咧进行这个幸福小组，看见真多的同工踊跃努力，在邀请可能平常时无机会踏入教会的亲人朋友、同事，因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兴起感动，互因欢喜接受福音，成做上帝国的百姓。咱为着这2件事，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阮来甲保守圣神做工，因所甲保守圣神大大做工，因带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这长老执事的候选人，互因为主，互主所采用，互主所垂见，互主所应允。主啊，这是一个尊贵的选择，是要成就上帝国平安甲因同在，互因知影这个清楚
有主的同在，才会当成就大事，胜上帝国的大恩典。这是主的听。我若为着教会推动幸福小组，求圣神亲自保守，或者会欢喜来到主面前的 best， 会当受感动，真做主的百姓。甲阮做伙有份伫上帝国的起做，感谢阿罗主。今日姊妹第二部分要招咱做伙来祈祷。头一个，咱为着教会这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最近咱这同工拢有感受到，咱有真侪会友拄着病痛，而且有时病痛是互感情的侵蚀，毋是小可的病痛。咱求主亲自来压榨，来赶出一切这歹的细胞，互这兄弟接受治疗、接受医治，医疗团队帮助因来清去身躯一切无好的，会当恢复健康。你有认捌的同工兄弟有拄着癌症会侵蚀的，为着因提名祈祷。第二部分，咱台南的丁吉节还佫在流行，有真侪人感染着非常的辛苦，求主怜悯，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也兄弟姊妹，大家受主保护，无互这个丁吉节的病毒来影响着。咱为着家己身边的人有病痛兄弟来提名替因祈祷，咱当心为着这个兄弟同工病痛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施恩怜悯。主，阮将教会中间有这个同工兄弟有拄着癌症的细胞会侵蚀的，求你怜悯。圣神通过这医疗团队，互因得到洁净，得到医治，得到好棒，互这医药有效伫伊的身上。爸上帝，阮也为着丁敬节有真侪兄弟感染，身躯真无爽快，特别有这病痛，求你怜悯，也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会当恢复健康。愿圣神做工甲保守，无受到病毒的影响。感谢罗你。主，阮的上帝，阮众人同心伫你面前摆列阮的恳求甲祈祷。阮将月底要举行的长老接受选举交托主。主啊，人的条件偌济，毋是上帝你所看重的。心志欢喜受选，互主差遣，互主是你所信任，这是上帝要兴起上帝国的人才优先的选择。愿你陪伴这同工的心，互因欢喜，互主所采用，做伙来兴起上帝国伟大的这个圣业。我也为着幸福小组咧推动的中间，做best， 因无共款的条件、甲背景、甲心态，总是因为圣神的同工，互阮通过这个聚会，互因认捌主，欢喜接受主，成做因的救主。阮将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你，特别阮听见有阮的同工，有兄弟姊妹拄着癌细胞的损害，被上帝用人的气力，阮所做的就是通过医药、通过各种的治疗来进行。总是当主你伸手的时阵，当主你应允的时阵，当你施了你医治掌权的时阵，主你就要互因恢复正常佮健康，身心灵拢得到上帝的看顾。我来将丁敬节拄着感染的兄弟交托你，求你保守，互因紧紧恢复因的健康佮体力。也伫这个台南真严重的流行中间，求你保守阮出入有你看顾佮平安，无受网虫的这个损害。感谢主，愿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大人伫这个假日的中间，也享受上帝你的疼佮保护。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这是咱三家的奉献，回应上帝恩典。
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心为你奉献你所想事，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背本话金句，咱三甲来背。就上帝的平安，换过一切人所受的灾害。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腓立比书4章第7节。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司礼是杨总和执事。其他的事奉当中，请咱家己来斟酌。顶周甲本周甲各项聚会消息，请咱家己来注意。咱掀开第4页集体交通。第一点，本会有定伫10月29主日来召开临时会员好会，举行明年度中职轮休的改选。咱今仔日有名单来公布，请咱兄弟姊妹来对看名单敢是正确，无正确，咱会当来小会书记来更正。到时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来尽会员的义务。第二点，本会的主日举行世界圣餐主日，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参会。第三点，本会伫10月2日要举行双年主日甲中央敬老会，请达木区团契协助来更正名单，也有今年满70岁甲新入来双年的会友，请联络办公室来做更正。咱看第5点，本会第6期幸福小组进入第2个时程，请咱持续为着幸福小组的事工来代祷。第7点，婚礼祝福本会社定由长老甲王昭文执事的第2查某囝医生兄弟要伫10月初7下晡2点半伫本会举行婚礼，请兄弟踊跃参观观礼甲祝福。牧区甲团契消息、文道培育的事工，甲关怀代祷的事项，请咱家己来斟酌。精神奉献精神的部分，请咱来注意有出入的，会计人员来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阁小秀一个咱要选举的即个公告啦吼。咱想讲，因为咱也业一张，互咱周报吼，感觉讲较无彩纸，所以咱就伫即个电梯，搁伫即个1楼吼的壁的所在打出咱即个长老甲执事的候选人的名单。咱最近也会当用即个做图卡吼，会寄去咱教会即马兄弟姊妹拢有群组嘛吼，传互你。目的是安怎呢？咱爱为着因祈祷，咱毋通亲像咧电脑镜的迄种的啊，毋是爱祈祷，祈祷上帝啊，这是毋是真做你的车用有适合？咱长老呢，就是讲五位要选3位嘛，你就先准备好啊，毋通想讲迄天来讲要选啥咧想吼，即个月都爱想好啊，你家己记号好，要选互什么人安尼吼，拢足优秀。但是咱袂使遐尼侪人哩吼，所以有个人爱重选，有个人爱暂时休困，后摆那个机会。执事11个吼，咱要选6名吼，
咱这个名单，主要是讲新秀推荐的，可能你较毋捌，嘛小可探听就讲，某咪人即个送啊，好，后礼拜甲后礼2礼拜的主任牧师要伫台顶来介绍这个候选人啦。所以咱有甲你问这个候选人讲，后礼拜日2场礼拜你会出现无？会当参与无？还是讲后礼拜？咱有一摆的机会当即个时阵牧师咧报告时，叫咱徛到头前口罩拔起来，互人就讲相片迄个就是伊安尼。你就知影讲你好，这样我要选你安尼张罗3名，执事选几名？2名袂使伤假好，这是咱头一项。拄则有讲到名单啦名单我想讲，咱有2个拜托。第一就是讲，你若迄天真正有突发要出外袂当，也是你有亲人都年纪较大袂当出来，也是讲拄迄阵拄出国去，请你主动甲咱的干事，甲这个小组长讲我都袂当，迄天真正袂当，我要请假，名单先甲整理出来，安尼咱开当控制会友出席就对啦这点咱请特别是各组织、各团体、各小组帮忙来点名就对啦。若讲有名单漏交有疏忽的所在，也赶紧来订正，这是咱有关中级选举的部分咱后礼拜会阁牵一摆，是嘞。过来是讲，咱注意看，咱的周报内底有报第3点，就是咱的重阳节敬老会啦。重阳节敬老会，咱迄天上年要来献诗10月22，咱特别咧整理名单，后礼拜要牵出来有两个资料需要咱兄弟参与主动啦第一，我今年满70荣誉国民荣誉会友所以爱赶紧来登记，好无？你旧年无机会，今年有牧师65岁阵赶紧去登记想要领国民年金对毋对？咱即马教会是70满70所以你若拄今年满70，赶紧来报告。咱两种情况是咱的会友会籍。第二，虽然你还未加入教会，还未洗礼，但是你有固定咧参加礼拜，咱的小组也是团契有认定，就会使来登记咱按问讲后礼拜名单出来，袂讲甲你绕交去，因为你今年满70，有的人毋知影嘛所以主动登记这是第2项。第3项呢，就是小等下咱刷了后要留几分钟来庆祝生日10月份的寿星请留来大家来为着恁祝福。过来2项事，搁补充就好第一项就是讲，咱恭喜陈佑长老甲赵文执事的公主以胜弟兄要甲子倩姐妹结婚，咱嘛迄天大家人拢原来是迄个双十连假啦你若无出门无出外来参加来甲因祝福，好无10月初7拜六下晡2点半2点半。最后讲报告报告感觉讲较无彩，因为因中昼无食中昼，无爱心午餐，歹势后礼拜嘛无所以恁出去外面食较好食安尼咱本来就足好食毋过你食者无共款口味的就对啦所以因为连续假日咱就无公餐请大家来体谅来体谅咱大家即个大家辛劳啦牧师最后一下佫甲咱提醒，请咱为着遮个有登革热的兄弟祈祷有个人感染着足严重。前2礼拜牧师嘛感觉介成着咧，医生讲无啥成，毋过就规个人身躯软糊糊有个人着艰苦去大医院咧咱为着因祈祷特别黄文丽小可热的特别即个秋天到煞放煞毋伫外口要飞入咱内斗咱厝呢所以你若无黄文丽袂使咱特别为着遮个有癌症的兄弟祈祷，求主怜悯，互因得到好的治疗，恢复健康，倒来甲咱做敬拜上帝用安尼甲咱做提醒。好，咱就做结束。上言会众请起立，来吟上言诗歌。愿上主带你来，迎见你心来，主
款太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请牧师来接导。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保护，特别是伫这个中秋假日，大家享受到我园人团圆上帝所享受的喜乐甲平安。愿三位一体上帝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圣歌队要唱祝福的诗歌，默祷。愿主祝福保护大家。这时咱要来为着10月份的寿星来庆生，请10月份的寿星徛起来，阮甲恁祝福好无？啊，咱今生日快乐过了后，请非常长老寿星来分蜡烛。噔噔噔，做来，大家也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英文的，係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請非常長老代表來分蠟燭，來翕相哦。来，阮为着寿星祝福了，咱来结束啊！咱来祈祷。天父的主，上帝感谢你。10月份进入到秋天凉爽的天气，阮为着这个寿星献上满满的感谢。主啊，因伫人生的日子，无论是现在是细囝、中年，还是老人，阮拢知影因拢经历着上帝的恩待甲祝福。主啊，保守因伫生日的时阵，搁较经历着圣神同在。迄款的信心、甲快乐、平安、甲喜乐，也因为有主你所疼的家庭、亲人的祝福，因心内搁较领受着温暖、平安、甲健康。感谢主，愿你阮伫即个中秋假日，大家人有一个美好的假期，享受上帝恩典甲祝福。阮要倒腾的路站，求你保守阮正大家平安喜乐。感谢你，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大家互相祝福一下，来，感谢主。